后来这个风台来到上界界，因为风愈来愈强，海涌是愈升愈悬，往回到屏东东港甲小琉球的交通船，业者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宣布讲明仔载甲后日停航，就伫中岛开最后一班的尾班车、尾班船。 花甲山风台正强做强台，而且风暴范围阁有可能继续扩大，风甲海涌是愈来愈强。屏东东港甲小琉球的交通船业者考虑到航行的安全，宣布23甲24停航，上尾班就是今仔日中岛。那边目前还没有什么风雨啦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先回来。因为像原本船班有开到3点，但是因为风雨，他们已经提早到1点了，1点之后就没有船回来，所以我们就先回来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昨天来嘛，然后原本要玩到23号，然后就是因为遇到台风，所以就是改今天回来。不少旅客因为交通船就要停航，就要提早结束行程，回来到本岛。若伫咧东流线的码头嘛有登要去小琉球佚佗的民众，面对风台马来，无法度耍水，感觉失望。现在没办法从事水上活动怎么办？就只能待在民宿啊。民宿。对啊。原本遇到台风来，会不会觉得很扫兴？会。会啊，什么都不能玩，什么都不能玩。那现在到那边有没有选择什么样的行程？有没有更改一下？都没有，就是在民宿开开心心。业者表示，虽然今仔日早起的风是3级，海涌大约是1公尺半到2公尺，考虑到搁要做预防的工作，才会决定提早停航。在观察，这个海象预报上面，我们也有观察到浪高平均又增加了0.5公尺左右，所以说我们还要预估这个就是做防台的这个工作的时间，因此我们决定紧急公告。除了在旅客以外，开往小琉球的船帮，为一透早开始就逐帮拢载菜色、家具等等的民生用品，要赶伫咧交通船停航进前，尽量甲物资送去小琉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